Hello，大家好，我係 Tony，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我依家位置喺斗門湖心路五洲家園呢個別墅區呢度。五洲家園佢呢個別墅咧係成個珠海嚟講係唯一係帶有裝修嘅一個別墅。呢個就係佢嘅一個雙拼聯排別墅啦，全部都係大裝修嘅，全部幫你整好晒嘅。一套係400幾平方嘅，呢邊係前花園嘅位置。佢一共就係有4層半啦，400幾平方，4層半，總價大約係700幾萬到1000萬左右咯。呢啲入戶呢個位置，呢啲櫃啊，全部都係做好晒嘅啦，即係你睇到嘅全部都係一個膠標嚟嘅，天花啊同埋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嚟㗎啦。除咗呢啲小物件同埋呢啲餐台冇之外，其他啲地板啊，同埋啲背景牆、天花啊、空調啊，全部都係膠標嚟嘅。呢個咧就係屬於係一個1樓嘅位置咯，有帶咗個私家電梯嘅，都係一個膠標嚟嘅。咁佢1樓呢個客廳調高咧就有4米幾啦，非常之闊落。膠標都係非常之高嘅呢個標準。前邊就係佢一個後花園，後花園嘅話大概係有70幾個方，非常之大。2樓睇睇，我哋依家上去2樓睇睇，呢啲磚啊，全部都係膠標嚟嘅。呢啲珠海係唯一一個別墅大裝修定係大咁高嘅一個裝修標準嚟整嘅一個別墅。2樓就係有3個套間咯，呢度係一個套間，同埋呢度仲有一個套間，同埋仲有一個大套間，即係主人房咯，都係最大嘅套間嚟嘅。呢個就係佢嘅2樓嘅位置啦。咁我哋再上3樓睇睇，3樓嘅位置其實係一個書房同埋天台嘅位置，好大呢個。仲有間主人房，超級大主人房。呢個就係3樓嘅一個主人房，衣帽間就相當於一個細房間㗎。咁我哋依家直接坐電梯落負1樓，即係後花園個位置。呢個電梯都係膠標嚟。負2樓就係停車場啦。佢係1、2、3、4層半啦，呢個就係負1樓嘅位置啦，有個好大一個廚房喺度。呢度落去咧就係負2層啦，即係停車場呢度落去，呢度係一個衛生間嚟嘅。負1樓一般都係用餐食飯嘅地方啦，呢個就做得非常之大，同埋通往呢個後花園嘅位置，因為天氣都比較好，超大，400幾方，總價700幾萬到1000萬左右。大埋裝修嘅別墅，裝修標準都好高嘅。你睇啲地磚同埋呢啲背景牆、牆紙全部都係膠標嚟嘅，連埋呢個電視都係膠標。如果係對呢啲別墅大裝修嘅喺湖心路呢度有感興趣嘅朋友，可以私信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得閒可以過嚟現場嚟考察考察。咁今期視頻呢就喺呢度先，我哋下期再見，拜拜。